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辉达的执行长，嘛是人工智慧 AI 的教父黄仁勋。昨暝伫个台体育馆来演讲，伊的主题是 AI 安怎来带动全球新产业革命发展。其中，伊讲气象的预测，互看作是未来 AI 的重点之一。伊讲台湾的中央气象署已经率先来使用着辉达所推出的气候云端的平台来防灾。黄仁勋演讲所展示的影片，会当看到台北101等等台湾的元素，嘛会当看到伊上界驾驭的夜市啊水果摊，互台湾的文化甲美食徛起哩国际版面。当与天气模拟风场结合一起时，它可以模拟建筑物周围的气流。当及强风汇聚的情况，我们预计能够预测像下冲这样的现象。台北101伫咧大荧幕顶，中文的 OS 就是 AI 教父黄仁勋用 AI 打造的声音。昨日到台演讲，讲到气象预测，互看作是未来 AI 的重点。在台湾的中央气象局是用这些模型来更精确的预测台风登陆点，但我们并不止步于此，下一个前沿是超本地预测。能精确到数十米。中央气象署已经大型采用 Earth-to 云端 API， 利用 AI 加速创建对全球气候、天气的高解析度、模拟甲图像化，精准度提升到2公里。黄仁勋的一场演讲，嘛，互台湾登上国际版面。啊，那这个好喙斗的，嘛，有讲到伫咧台湾1礼拜的美食重点。通华 night market is really good because there's a lady, she's been working there for 43 years. She's the fruit lady, and it's in the middle of the middle between the two. Go find her, okay? 进前，黄仁勋伫咧花市镜头前向大家介绍伊上喜欢的通化夜市啊鸡子蛋，即届直接互伊伫咧国际版面上大力宣传，自头到尾伊拢是满满的感谢。AI 教父黄仁勋即届个引起着讨论，为伊伫咧台湾的行程到台的舞台演讲，拢会当看出伊对台湾满满的感情。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